大家好，我係 Lily，同大家仔女好相似，我都係讀緊小學嗰陣時咧，由香港移民過嚟英國嘅。我喺英國中學咧做咗10幾年嘅數學老師，亦都係英國心傳嘅信託人，好關注移英港童嘅心理健康。香港家長咧好想透過同學校合作支援小朋友嘅身心健康，但係往往喺英國咧同學校溝通咧有陣時好似唔係好對到嘴啊，或者咧覺得學校咧嘅回應咧比家長想象中咧有啲慢。首先家長咧要理解，始終係兩個國家、兩個制度。香港學校班主任咧好多時都擔當好多轉介者嘅角色嘅，家長有陣時有咩問題會揾班主任啦，咁咧就可以轉達俾科主任或者科老師聽啦，或者可以轉介學校嘅社工啦、SENCO 啦，透過手冊啦、電話啦，家長同老師咧都有好緊密嘅交流嘅喺香港。但係可能喺英國咧就會少一啲家長同學校嘅溝通嘅時間，學校咧有陣時咧冇咁多其他專業咧，譬如社工嘅支援。要喺英國學校咧揾支援，首先咧你要揾啱人或者揾啱部門。我哋建議大家咧多啲去睇學校嘅網頁啦，或者咧任何內聯網你覺得有相關嘅內容，了解學校唔同嘅部門所有提供嘅支援同政策。如果真係冇頭緒，可以聯絡班主任或者級主任，順便咧去查詢一下應該揾邊個部門或者老師去協助。當仔女學校遇到困難，無論係情緒健康啦，或者係特殊教育嘅需要，其實家長無論喺香港或者英國都想喺學校得到協助。我好建議咧，大家聯絡學校之前咧，家長咧首先做好功課，去 NHS 啦、地區政府啦或者本地組織嘅網頁，了解各種情緒狀況或者特殊教育需要嘅症狀、支援方法同埋申請支援嘅途徑。記得喺學校網站睇返學校可以提供嘅支援。家長同學校溝通嘅時候咧，要描述到家長觀察到仔女所面對嘅困難，亦都可以了解一下學校咧有冇同家長見到同一樣嘅嘢或者同一樣嘅觀察。諗一諗想爭取學校乜嘢嘅支援，或者要求學校轉介邊一啲特殊教育需要或者心理健康嘅支援。其實咧移民唔係一件容易嘅事，家長好想好快咧將所有事情咧搞得妥妥貼貼，但係咧往往咧就冇咁順利。其實咧有陣時都要俾自己有唞氣嘅時間，慢慢適應，慢慢學習，慢慢知道同邊個溝通，同埋要講啲乜嘢。仲要記住咧，呢度嘅老師咧一個禮拜咧可能得2-3堂空堂，有陣時咧佢哋回電郵啦，或者安排約見都要一段時間。最後咧，多啲同本地家長溝通，可以加入一啲網上支援小組啦，或者討論區啦，了解本地家長喺邊度揾幫手，或者點樣去處理仔女嘅需要。當你得到更多本地嘅資訊嘅時候，你就會發現其實本地家長同你嘅挑戰都係好似嘅。其實英國心傳嘅網站咧都有唔少同學校溝通嘅指引俾家長嘅。除咗我哋嘅網站之外咧，你都可以隨時聯絡我哋去攞下意見㗎。